罗西亚总统普京讲，世界冲突拢是西方国家惹麻烦，佮讲拍乌克兰是威胁国家主权。中国第21个国家，至少有54个海外警务中心，无定是为着掠反对派阿言论，逼人回去中国。荷兰有激进的环保人士迫害17世纪的画挂珍珠皮革少女，甲头黏伫咧画顶面，佮破物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起先继续关心罗西亚的消息。罗西亚总统普京当时参加论坛时阵发表演说，规场的演讲是把家己当作是正义的代表，讲这世界所有的冲突拢是西方国家的惹麻烦。针对规大堆韩国的言论，咱先对甲咱台湾有关系讲起。头先，咱是早就知影讲罗西亚甲中国是共挂的，所以普京当然会讲台湾是中国的。讲所有外国官员来访问台湾，拢是咧起诉空。甚至普京阁用老阿嬷来暗指8月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讲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代志是无法无天，态度傲慢。普京强调，中国8月的伟大军演，拢是美国去教人弄。除了台海问题，普京当然嘛讲到乌克兰的争议。伊是讲一句，所有的紧张情势，拢是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咧舞太过的权力游戏，罗西亚才会不得已出兵，咱甲听看这是有几句。普京强调讲，拍乌克兰是维护国家主权，无必要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所有对罗西亚不利的普京，拢是当作骂你东风，要求西方国家爱甲罗西亚和平谈话。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智库论坛，发表真长演讲，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核武卡油俄国，佮批评乌克兰被迫使用垃圾炸弹，佮杀害俄国，指控西方国家引起的是一场危险火车的生活游戏。Впереди, 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опасно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важ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 времен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пад не способен единолично управля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伊讲，西方世界已经落车，说拒绝正视新起来的亚洲国家是要夺回世界主导权，无受放回编造消息，冤枉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核电厂，甚至计划发动核武，反倒来批评美国这是核武的凶手。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на в мире, которая применила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Они сделали это дважд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Японии. 伊强调，尽管乌克兰是维护国家主权，无必要对乌克兰用核武，批评西方煽动乌克兰战争基地，佮激化台湾危机，扰乱国际粮食甲能源供应，种种讲法显示合理化入侵乌克兰行动。伊高调演讲也有宣示意味，表明国际势力无过以西方为主，未来西方国家一定爱甲俄国平等对话。俄国也伫日前伫联合国安理会，佮要求调查乌克兰发展生物武器，说互英美等国反制。Russia has called us here once agai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Our country does not possess a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for biological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这项调查决议案爱得到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高场同意票，而且免负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才有效。据了是无法度成案。公司新闻张淑芬评价。咱听普京喊过的言论听线，换来看乌克兰当地情形。战争到达是已经超过8个月，时阵就是乌克兰二战的解放纪念日。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拍影片纪念当年甲德国纳粹赶出因的国土。泽伦斯基嘛大司机讲，这阵是换要拼死，甲罗西亚军赶出乌克兰。其实这场战争会拍甲遐尼久，是全世界拢料想袂到的，因为两国的军力实在是差太济。除了有国际支援，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乌克兰人的团结。百姓虽然是生活歹过，坐地头停电，不过因煞是无发生内乱，顶多是家己想办法应付各种问题，尽量甲资源送往前线。徛伫一只河拍落来无人机边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徛伫黑暗暝内底，替乌克兰的二战解放纪念日录底片，讲要赶走俄军。Щороку в цей день ми відзначаємо звільн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від нацист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Сьогодні зберегти пам'ять про подвиги наших предків означає захистити їхні здобутки,
Ми згадуємо вигнання нацистів, наближаючи вигнання рашистів.俄國戰爭超過8個月，俄軍動用4500架嘅飛彈攻擊，甲8000多架嘅空襲。過去2天，俄軍發動30多架嘅無人機，其中有23架互俄軍拿走拍落來。而過去幾禮拜，大量嘅無人機甲飛彈轟炸烏克蘭嘅基礎設施，互1/3嘅發電站無法度供電，造成無電通用。受到指揮機迷嘛開始準備一個地啊，地包括手電啊、水甲食嘅物件，放佇身軀邊，來應對無電時陣嘅各種需求。另外，喺戰爭方面，俄國總統普廷表示，提供地面武器予烏克蘭嘅國家，會破壞甲俄國嘅雙邊關係。對此，南韓總統尹錫悅考慮到經濟，李白嘛表態避免甲俄國對抗，講南韓只提供人道援助。 그래서 우리는 우크라이나에 대해서 늘 인도적인 그런 평화적인 지원을 국제사회와 연대해서 해왔고, 무슨 살상 무기라든가 이런 것은 공급한 사실이 없습니다만은. 而烏克蘭嘅軍隊是繼續用歐美國家提供嘅武器展開反擊，而且毀掉俄國控制歐東地區沙赫喬爾斯克嘅燃料甲彈藥基地，造成火車頭嘅燃料火車甲倉庫起火。另外，喺扎波羅熱作戰嘅俄軍是用榴彈炮向俄軍嘅秘密基地發動攻擊。國際新聞台同朋友。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產經新聞。 美國空軍計劃對明年開始，甲長期駐兵佇咧日本沖縄 F-15戰鬥機隊，換做美國阿拉斯加 F-22輪流派駐，下中國亞際能力強勁削弱。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羅西亞總統普丁將是公開警告韓國，若是送武器給予烏克蘭，會讓羅西亞甲韓國嘅關係破裂。英國 Times 報道，英國首相蘇納克按算和法國簽難民協議，處理英倫海峽嘅難民問題，避免難民傷濟，英國受用不起。昨日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世界上好嘢嘅馬斯克以440億嘅美金收購社群媒體 Twitter， 收購案已經完成。上尾是華盛頓郵報接來講 Twitter 嘅收購案。 Twitter 本地執行長等等幾位高層，攏佇咧馬斯克收購 Twitter 了後，隨風勢透露，而且攏是雄雄就去互人搬出辦公室。中國反華勢力冚全世界，有反對思想的中國人，就算是逃出中國嘛，不一定安全。中國官方是有千萬種手段來掠人，一寡聽起來親像是咧幫助國外中國人的機構，海外警務中心、海外服務站，其實攏是為着掠反對派來成立的。 國際人權組織就指出，中國佇咧全世界21個國家，至少是有54個海外警務中心。咱對邊仔這張圖會當看到講，對咱附近的日本，到離咱遠的美洲，還有非洲攏有。有一個反對中國當局，即陣是住佇咧荷蘭的民眾就講，伊捌接到調查的電話叫伊單位，真有可能是要逼伊返去中國。即馬荷蘭的外交部是表示講會調查。 這個外觀看起來甲一般民間差不多的建築物，都是荷蘭媒體所講的中國佇海外所設立的警務中心之一。住佇荷蘭的中國反對人士王靜茹，伊就講，捌接到相關單位來電話，請伊過去談話。A few months ago, a Dutch number called me. He said he's from Rotterdam and he's from Chinese Overseas Police Service, like this. And he wanted you to come? Yeah, he wanted me to come. And he want to talk to me. 總部設佇西班牙的人權團體保護衛士公布一份報告，就講中國公安局佇全球21個國家設佇警交事務海外服務站，目的就是為着讓這海外中國反對人士點去，甚至強迫因回國。 Within this monitoring effort, we came across the setup of at least 54 so-called overseas police service stations being set up by 2 provinces, in particular by security bureaus from those provinc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我想強調的是，中國公安機關嚴格遵守國際法，充分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這個機構大部分佇歐洲，其中9個佇西班牙，4個佇意大利，英國還有3個。 中國9月初通過反電信網絡詐騙法，12月初一施行。表面上是為了打擊跨國犯罪，實際上要結合佇海外中國警察單位打擊反對人士。不過學者是講，這恐驚已經違反維也納條約。 Er is een Weense verdrag afgesproken over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En alleen als jij toestemming van je gastland hebt, mag je bepaalde activiteiten ontplooien.
En als je dus geen toestemming hebt gevraagd, ja, dan ben je buiten de regels bezig. Dan gaat het om ongewenste buitenlandse inmenging. 那荷兰面临确保中国反对人士得到庇护，搁还顾虑到维护法律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官方否认，不过类似机构的出现，恐惊会使反对人士无所在味。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咱头拄则看到世界名画去互破物件，加在受玻璃保护，为本身无害气。不过即阵带大家来看是真正有文物歹去啊，而且是咱台湾故宫的文物。有立委就指出，故宫拍破国宝，阁想要暗藏消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密彻开记者会证实讲，确实有3件灰仔文物破去。不过强调讲，只有1件是工作人员无注意摔破去的，而且拢有法度修复。图上这一张是清朝年间的一件陶瓷，因为这样一件国家珍宝，竟然被故宫人员给打破了。立委邓以信礼拜伫法院讲，伊接到检举，讲故宫博物院有人讲破国宝，故宫院长所爱来保关喙，袂当点交做记录，伊要求行政院长追查，不过故宫也随背回。我在这里严正的澄清，绝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调查在进行当中，以密件程序处理，并没有不当。吴密彻讲，绝对无隐瞒的代志，表示自伊就任以来，计共有3件收藏的灰仔破损，2件分别是明代红底款的焦黄绿彩双龙小碗，甲清代康熙款的暗亮白里小黄灰碗，分别伫去年2月、今年4月拍开收碗的时阵发现破损，警方调查并无人员疏忽。连一件清代乾隆的青花花灰盘，这是工作人员摔破的，推测是负责文物所谓点钟的工作人员检查的时阵无细力造成的。如果它是国宝跟重要古物，我们一定按照那一种呈报的规定，甚至要呈报到文化部。但是这3件是在暂行分级里面的一般古物。吴密彻表示，故宫的文物并无保险，目前2件破损的灰仔，一件咧修好，一件咧等待修好，另一件爱等停发的定数走线才开始修好。不过3件拢毋捌展示过。另外，因为灰仔是用几若件放一盒，也是几若盒放一箱的方式保管，为着避免佫发生磕掉的情形，已经编列每年的预算改善包装。记者电报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世界上好野的马斯克，毋但是电动车特斯拉的头家，阁是星际探索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即阵伊的事业阁发展到社群媒体，以440亿美金，大约是1兆4000多亿台票收购 Twitter。不过马斯克随买到 Twitter，就甲本地执行长甲财务长至少4个高暂时透露，互人真好奇讲伊到底是要做啥物改革。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公司，这个消息伫今年4月份浮上台面。迄当阵，伊就铺文批评 Twitter 的高层，伫2021年以股舞暴力为理由，甲连任失败前总统川普伊的口座永久封锁。针对这点，马斯克加入 Twitter 了后，头一批开除的高阶人员，除了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财务长萨加尔，还有主导封锁川普家族的法务长加德。另外，马斯克捌几啊届强调讲，社群网站爱正做完全自由、呈现无共观点的所在。针对这点，捌点伫 Twitter 的金融分析师主张讲，应该有的规范要是爱有。I think we have the endless proof that without guardrails on a platform like Twitter or really anywhere on social media, you end up with hate, misogyny,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at's not positive for anyone. 有关 Twitter 控制言论的争议，毋但川普口做的这一件。伫2020年美国大选进前，纽约邮报小连续报道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因后生行动，送去修理的笔记型电脑内底，互发现侪侪未见证的图甲影片，也佮有关行动食药啊食甲掉咧，因阿兄过身了后，甲阿嫂斗做伙，等等相关的资料。Twitter 迄当阵讲要阻挡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专门封锁纽约邮报所有的连接。因若顶一代行动出版的自传，伊伫内底承认巴药啊，也佮有甲因阿嫂之间的代志，拢是事实。嘛因为安尼，伫马斯克宣布放量言论审查了后，立场无共的民众甲政党反应嘛真无共款。即嘛其中的选举就要到啊，敢会因为 Twitter 换头家受到影响，嘛正做正大关注的话题。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全球能源的价格大起，欧洲有侪餐厅是想尽办法要省电钱跟加数钱。比利时有一间餐厅是举办无电无加水的活动，互人客敢若点蜡烛食饭，而且食的物件拢是毋是靠加水煮的，拢是用火小可烘一个尔。另外，伫咧意大利有种拍菜是改用滚水甲意大利面浸角色，虽然讲是会当省加数钱，毋过有侪人认为讲气味根本就天差地。伫餐厅内面点蜡烛甲火食料理，看起来感觉气氛非常好。但是对餐厅的头家来讲，这其实是非常无奈的代志。这间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餐厅最近推出特别的活动，互人客若亲像古早时代的野人伫山洞内面食物件同款。规间餐厅暗蒙蒙，电火拢关掉，干那点蜡烛甲火。而且菜单顶头所有的料理拢无使用到加水来煮，只有用火小可烘一个尔。啊无就是冷冷会当生食的日本料理。餐厅的头家讲，因为即马电费加加水费实在是太贵啊，所以因才会想出即个活动，互人客体验看卖。餐厅若是无钱付电费加加水费，伫即种情形下经营会变做啥物款？Sans l'énergie, en fait non. Donc il faut réfléchir un peu plus et que la société se rende compte de la situation critique qu'on est en train de vivre. 餐厅的头家讲，能源的费用一直起，因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餐厅的介绍对得起，啊无就真正必须要转型，变做像即款无电无加水的餐厅，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落去。另外，伫个意大利，大家拢知影，意大利人对因家己的料理真骄傲，真有自信。但是最近有一个煮意大利面的新方法，却引起真大的争议。意大利首都罗马一间真出名餐厅的师傅，为着要省加水的费用，煮意大利面的时阵，水一滚就随加水关掉。Cuoce da sola sì, perché quando arriva 100 gradi spegne, dopo mette la pasta per cuocere, si cuoce. 但是真侪人拢无赞成用这种方法来煮意大利面。有一个退休的餐厅师傅，就亲身试验看卖，有用火甲无用火来甲意大利面煮到熟，食起来有啥物无同？No, intanto il risultato non può essere lo stesso perché noi mettiamo a macerare la pasta, non a cuocere. 这个退休的师傅讲，用烧水泡甲熟的意大利面，食起来甜甜，口味完全无同。虽然即马大部分的意大利餐厅还是会用过去的方法来煮面，但是因为意大利最近的加水费已经是去年的7倍，用这种新的方法来煮意大利面，会当省差不多一半的加水费用。所以为着省钱，无法度阁继续坚持传统口味的意大利餐厅，恐惊会愈来愈多。记者甘延年编译。世界各国即阵已经渐渐恢复疫情进前的生活，客观讲，食穿的国家拢推出各种活动甲优惠，希望生理赶紧好起来。亲像土耳其就推出观光兼做喙齿美容，向游客去佚佗，先煞甲喙齿做好水。毋过当地气候指数水准是天差地，有人贪俗凊彩找亲手做，毋若做无水，喙齿阁害去，治疗的费用颠倒开较济。真侪人走来土耳其观光，是因为遮的风景真水。但是有愈来愈侪外国人来土耳其，一面观光，一面阁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甲因的喙齿创较水的。根据土耳其牙医师协会的统计，每天拢有15万至25万的外国观光客来土耳其做喙齿方面的美容。因为甲美国也是欧洲真侪国家比起来，土耳其的喙齿美容价小价真俗，但是技术阁袂歹。亲像英国一个伫网络真出名的网客 Katie Price。伊特别走来土耳其做这种甲家己原本的喙齿拢磨掉，才阁到一个加悬起嚟的美容手术，因为看起来效果真好，吸引阁较侪人想要来土耳其做这种手术。但是大部分来土耳其观光兼创喙齿的人，拢是透过旅行社处理。旅行社合作的牙医诊所品质有好有歹，若是去拄到无好的诊所，下场就会真凄惨。一个为英国去土耳其的太太，原本只是想要整5起喙齿，结果却变做一场恐怖的噩梦。And they're telling me that now we have to remove all your teeth because you have deteriorated so much in the last 4 months. And we need to do 16 implants. I had gaps underneath my gum, like big gaps here where they just put like a rubber thing and covered it,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metal bits as well when you lift it because it was done so badly. 这个太太讲，伊即摆因为牙槽发炎，定定拢会足痛的，唔知影刷落来爱开偌济钱处理，佮无一定处理会好。因为最近愈来愈侪外国人拄到类似的情形，土耳其正牌的齿科医生提醒大家，创喙齿千万唔通贪俗。They go for the cheap dentists. Then afterwards,
after 2 or 3 years, when the cheap materials of Chinese materials used in dentistry, they start having problems. 其实真侪喙齿美容的手术拢有风险，一定爱较谨慎的，才袂原本爱水，阁想要省钱，最后变做加开钱，阁加受苦。记者感恩恁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